各位，今日係2026年2月13號星期五。首先，我要多謝一位觀眾朋友 Elaine Chan， 佢請我飲咗一杯好大嘅咖啡，多謝你 Elaine。上個星期呢，我就提到忌廉溝鮮奶喺第一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中呢攞到最優秀電影獎啦。咁令我諗起呢，唔同國家、唔同地方，佢哋嗰啲評審都有唔同嘅品味嘅喎。好似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啦，嗰年我有份參加，即係邊緣人有份參加，入咗圍嗰個最佳男主角，但係呢，最後呢就輸咗俾許冠文嘅《雞同鴨講》，所以許冠文呢就攞咗嗰個獎啦。咁呢啲當然係評審佢哋嘅即係口味啦。咁但係另外一邊呢，嗰個1982年。邊緣人就又去咗嗰個金馬獎，入咗圍嗰個最佳男主角嘅即係提名啦。但係許冠文嘅雞同鴨講呢，真係連影都冇一浸，因為嗰年嗰個男主角提名呢，就係除咗我之外呢，由嚴秋華就憑忌廉溝鮮奶就去入圍啦，而黃道就係辛亥雙十去入圍嘅。咁最後即係我好彩咁樣得到個獎啦。咁呢啲都係即係當地唔同嘅即係評審啊，佢哋嘅即係喜好啊，佢哋嘅口味啊，咁所以變咗我喺嗰個金馬獎度攞到獎啦。咁另外再講翻啦，第一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嗰個忌廉溝鮮奶咧，就入咗圍去提名最優秀電影獎。而我記得咧，當年邊緣人咧都有申請即係去參展嘅，但係佢根本就入唔到嗰個競賽組。佢後尾咧即係入咗即係觀摩組嗰邊，即係放啲片俾人睇下，賣下埠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唔同嘅評審，佢哋有唔同嘅喜好嘅。咁就算一個電影節有8個評審，又請咗一個奧斯卡嘅曾經嘅得獎者，又請咗一個康城嘅曾經得獎者，但係呢，其他6個評審都係當地嘅娛樂圈中人啊，咁所以變咗呢，都係大部分都係喺嗰個國家嘅評審佔大多數，所以就呢啲真係要靠天時地利人和先至攞到獎噶啦，我認為。今日我係要講一套1982年我所演出嘅電影《夜驚魂》。咁之前有好多觀眾朋友都有留言，佢哋話：你無端端點解會走去演個反派㗎？因為我上一套即係嗰個臥底警察咧，即係一個真係好有即係正義感嘅即係青年啦。咁所以佢哋覺得即係我應該即係我唔應該演呢個角色。咁同埋咧，喺當年咧都好少男演員扮女人出鏡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真係新嘗試啦。咁其實演戲啫冇所謂嘅。咁仲有我喺呢部電影，唔係我啊，呢部電影入邊咧有一個鏡頭，就係有個人喺嗰個蒸餾水樽後邊，即係趌個頭上嚟裝張艾嘉。唔知大家認唔認得佢係邊個咧？嗱，我可以俾個 tips 大家，佢係一個咧
喺香港即係好出名嘅人，包括佢有演電影咧，有做電視節目嘅主持人咧。咁希望大家喺嗰個下低留言，咁然後咧，我下一期咧，即係一個禮拜後，我揭曉佢係邊個。我諗即係大家，我覺得咧就好似啦，但係我屋企個監製話一啲都唔似。好，我哋下個星期開獎。喺角色入邊，我男扮女裝嘅造型咧，係我要求嘅。我相信即係好多觀眾朋友都記得喺1980年初嘅時候咧，香港有一套即係歐美嘅電視劇叫做《神探俏嬌娃》啦，其中一個女演員阿 Farrah Fawcett，佢啲頭髮係好靚嘅。咁當時咧，我有咁嘅要求，而新藝城咧佢哋亦同意啦。咁首先咧就係去嗰個即係賣假髮嘅地方買咗一個長嘅假髮翻嚟，之後咧嗰個美術指導咧就攞咗個假髮去嗰啲叫做即係美容院啦，即係 salon 嗰度咧就叫嗰邊嗰啲美容師咧就即係整頭髮嗰啲咧就電一個花拉嘅頭出嚟。本來咧呢個頭咧就好靚嘅，但係後尾我哋成日拍啦，越拍就越耷，越拍就越扁，所以咧我即係出鏡嘅時候嗰個頭髮就唔係好靚。不過我俾兩張相大家比較下，係咪開始嘅時候真係唔錯啊？呢張相係我演緊戲個劇照師影嘅，就係呢個頭啦。呢個就係法拉科西，佢個頭髮就係咁噶啦。故事係講我老婆同一個男扮女裝嘅假閨蜜喺屋企度出軌，因為我返屋企攞嘢就唔覺意撞破佢哋嘅奸情，我就將佢哋兩個一齊殺死。後來我發現嗰個男人着住一對白色嘅漁網絲襪，因為我受咗刺激，咁精神即係唔正常嘅，即係可以話有神經病。咁以後咧，我見到有人着白色嘅漁網絲襪咧，我就會起殺機。呢部戲主要嘅女演員就有，我唔知道我算唔算呢？你睇下呢個頭髮幾醜樣。女主角係張艾嘉，仲有金燕玲、鄺美寶。男演員就有鄭則仕同埋任達華。最後我就將嗰個恐怖神秘人喺蒸餾水樽後邊趌個頭上嚟裝張艾嘉，俾大家再睇多次，希望你哋認得出啦。然後喺留言嗰度話俾我聽佢係邊個。